好，咁我而家咧就會分享一啲經營 YouTube 頻道嘅心得嘅。咁首先咧就係透過 YouTube 嘅廣告去賺錢啦。嗱，我本身咧都係一個全職嘅打工仔嚟嘅。放工之後食埋飯，基本上都係上下網睇下電視，休息下嘅啫。咁跟住又再瞓覺，就到第二日又再返工啦。日日如是都係咁樣嘅。咁我本身工作咧係都好穩定嘅，發展都唔錯嘅。咁但係日子耐咗咧，我就開始覺得，如果成世人都係淨係得返工啦，唔試下一啲新鮮嘢或者係自己有興趣嘅範疇咧，個人生好似就唔係好夠充實，唔係好夠意義咁樣啦。咁我眼見咧就時下好多人，甚至係學生咧都做緊 YouTuber，個社會風氣咧又好似好鼓勵大家去創業。或者係做一啲唔同嘅副業，或者係 freelance job 啦。咁我反正每晚放工都係冇乜特別嘢做，不如就試下每日花少少時間去整下啲 YouTube 片啦。咁由於我係唔想露面啊，咁同埋我唔係好有創意嗰啲人嚟嘅，所以呢，我就決定做一個分享知識嘅頻道啦。咁跟住呢，就開咗宅宅希頓呢個頻道啦。係人都知，所有嘅 YouTuber 最基本嘅收入來源呢，就係個廣告收入啦。咁但係唔係一開始上載影片呢就可以賺到廣告費嘅。你係需要達到一定嘅要求之後，再加入 YouTube 個合作伙伴計劃 YPP 之後，先至可以開通呢個盈利功能嘅。你係需要達到以下任何一個嘅要求，先至可以加入呢個計劃嘅。咁其中一個呢，就係喺過去12個月裏面獲得1000名嘅訂閱者，而且有效嘅公開影片觀看時數呢，累積係要4000個小時。另一個嘅要求，過去嘅90日內獲得1000名嘅訂閱者，而且有效嘅公開 Shorts 觀看次數係累積1000萬次。呢啲資格呢，就其實佢係會不斷咁樣改變嘅，所以你開設 YouTube 頻道嘅時候呢，有機會已經係同我而家講嘅係唔同咗噶啦。咁你自己要留意翻佢嘅政策更新啦。咁我當時就係達到第一個要求而成功可以加入呢個計劃去開通盈利嘅。我一開初嘅時候呢，其實係整片教英文嘅，平均每段片呢都有幾百個人睇嘅。咁我 keep 住每1至2個星期左右啦，就上載一段影片啦，咁就維持咗半年左右啦。咁每條片嘅點擊率呢，都係維持喺幾百個左右。有一啲受歡迎少少嘅 topic 就可能會去到1000幾2000啦。但係我睇一睇個數據，期間嘅訂閱者呢，成績都算 OK 嘅，咁就都有600至700左右。要喺1年裏面累積夠1000個訂閱者呢，就應該冇問題。但係個觀看時數呢，只係得800個小時，距離呢個4000小時呢，似乎仲有好遠。咁我亦唔覺得繼續落去呢係可以達到標。其實好簡單，計一計數，當我每條片有1000個人睇啦，但佢哋唔一定會全條片咁樣睇完噶嘛。即使我每段片有10分鐘，佢哋可能只係睇咗3分鐘。呢個數據呢，其實係可以喺後台嗰度睇到嘅。咁我半年上載咗20條片，咁半年所有片嘅觀看時數呢，就會係1000人乘翻3分鐘，乘翻20條片，咁就即係6萬分鐘，就等於1000小時。即使我用咗咁多時間去整片，上載密度係咁高，都係唔能夠達標。嗰下呢，我就意識到我整嘅片嘅方向呢，可能要改啦。最根本嘅原因呢，就係個觀看次數唔夠多。可能學英文對大家嚟講係比較悶啦，咁我就決定轉型分享一啲職場經驗同埋理財嘅心得。因為本身我大學主修工商管理啊嘛，咁加上工作嘅關係啦，再加上我會做一啲上網嘅資料搜集啦，最後呢，就整咗一系列 target 上班一族
定期上載一啲對揾錢有實際幫助嘅內容，結果呢，開始出現一啲爆款嘅影片，有幾段過萬人睇嘅影片出現咗，咁就令到我呢成功可以喺12個月之內，累積到1000個訂閱者啦，同埋同時累積到4000個小時嘅觀看時數。咁之後呢，做一啲 set up 啦，我就開始可以收到呢啲廣告費啦。你哋平時呢喺 YouTube 上面呢睇影片嘅時候，經常呢都會喺個影片之前，或者喺中間，或者喺之後，就都會睇到一啲廣告嘅。即係當有觀眾睇到呢啲廣告嘅時候呢，咁呢個頻道嘅創作者就可以喺呢啲廣告收入裏面呢，就攞到一啲嘅分成啦。咁影響廣告收入呢，主要有2個因素嘅。一個呢，就係頻道嘅 RPM， 即係每1000次觀看嘅收益。指咩呢？即係話每1000次影片觀看次數，你所賺取嘅收益金額。咁仲有一個呢，就係影片嘅觀看量啦。YouTube 影片獲得嘅廣告收入呢，唔係全部都係俾晒個創作者嘅，咁佢係要同呢個 YouTube 咧進行分成嘅。咁而家嘅政策之下呢， YouTube 咧係會攞走你45% 嘅廣告收入嘅，咁剩低55% 咧嘅廣告收入呢，就係會俾翻個創作者。所以 RPM 呢個資料呢，就係喺 YouTube 攞走佢嘅分成之後，呢部影片每1000次觀看能夠得到幾多收入，而且每個頻道佢嘅 RPM 都係唔一樣嘅。有啲頻道呢係會有非常之高嘅 RPM， 例如一啲嘅財經頻道啦、股票頻道啦、房地產頻道啦，因為呢啲頻道嘅觀眾呢，佢哋嘅購買力呢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廣告商呢亦都願意花更多嘅錢去投放廣告喺呢啲頻道裡面。除咗 RPM 之外呢，頻道嘅觀看量呢，亦都係決定咗有幾多嘅廣告收入啦。對於一啲小頻道嚟講呢，一開始嘅廣告收入其實係好少嘅，因為頻道嘅觀看量係比較少啦。咁如果你係想通過廣告收入去維持你嘅生活嘅話，或者成為一個全職嘅 YouTuber 嘅話呢，其實係需要你花好長嘅時間先可以達到呢個目的嘅。除咗廣告之外呢，其實創作者都可以透過以下幾種嘅方式去賺錢啦。超級留言、貼紙、感謝。如果你係比較中意通過直播嘅方式去同你頻道嘅觀眾呢係即係進行呢個交流啊，或者係聯絡嘅話呢，咁呢個賺錢方式就非常之啱你啦。超級留言、超級貼紙就係講緊喺你直播嘅時候，觀眾可以購買呢啲超級留言，咁喺直播嘅時候呢，能夠突顯佢哋發出嘅信息。同樣呢，觀眾亦都可以購買呢個超級貼紙，咁亦都係喺個直播嘅過程裡面呢，能夠突顯佢哋所發出嘅一啲表情或者動畫，咁就以呢啲形式呢，叫做係打賞俾嗰個 YouTube channel 嗰個創作者。咁跟住就係建立個會員社群啦。咁每個會員呢，每個月就要俾一啲會費你，咁你提供俾佢哋就係喺社群之外睇唔到嘅內容，或者係一啲會員專屬嘅福利啦。喺 YouTube 上面呢，就已經係可以開放呢個會員嘅功能㗎啦。咁但係YouTube 上面得到嘅會員收入呢，亦都係要同 YouTube 進行分成嘅。咁而家嘅分成政策呢，就係 YouTube 會攞走30%，而創作者呢就可以 keep 到70%。咁如果你唔想俾 YouTube 分走咁多會員嘅收入嘅話呢，你可以使用一啲外部嘅會員網站啦。咁就例如可能係 Patreon 啦。咁佢嘅收費呢就比較低啲，而且呢，佢嘅會員嘅功能呢，其實比 YouTube 呢係更加完善嘅。我都見到好多創作者呢係喺 Patreon 建立咗佢自己嘅會員社群。咁會員呢，就係觀眾支持創作者嘅一種形式嚟嘅。咁亦都同時能夠加入呢個會員啦，就可以得到一啲獨家嘅福利。咁會員收入其實係一個比較長期穩定嘅收入來源嚟嘅。
咁因為會員制度咧本身就係長期啊嘛，即係每個月你都可以得到個會員費。如果你收嘅會費係每個月$10，咁你每個月只需要100個會員，咁你每個月咧就可以得到$1000嘅收入㗎啦。嗱，亦都可以進行呢個1對1嘅諮詢服務去賺錢啦。咁嗱，提供專業服務咧，其實都係小頻道咧最快獲得唔錯收入嘅方法嚟嘅，因為咧你只需要通過針對性嘅內容去吸引針對性嘅客戶就可以啦。呢個方法咧其實直情係唔使加入 YouTube 嗰個合作伙伴計劃都可以做到噶啦。例如你係經營一啲網頁設計嘅頻道嘅，咁你頻道裡面咧要講嘅內容就係可能係programming 啦，同埋一啲版面設計嘅技巧啦。咁你自然咧就會吸引到一批咧對於呢個建設網站有興趣嘅觀眾。咁你可以提供個聯絡方法啦。咁之後咧就會提供可能1對1嘅收費諮詢服務，甚至就透過影片咧去建立大家對你嘅信任，接單去幫人整網頁，收取個專業服務費用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方案嚟嘅。雖然你要付出唔少時間去製作呢個教學影片去吸引呢個目標客群，咁但係你由頭到尾都係冇花費過1分1毫去宣傳嘅喎。咁所以絕對係一個零成本嘅投資咯。好，最後就係個商業合作。而家好多公司都會好着重社交媒體創作者嘅影響力嘅，因為佢哋都有唔錯嘅流量啦，而且呢啲流量咧都係非常之有針對性嘅，所以佢哋咧就會同好多嘅創作者都會傾一啲商業嘅推廣。咁所謂嘅商業推廣咧，就係公司俾一啲錢或者一啲免費產品個創作者，咁就要求佢喺個片裏面咧就提及呢個產品或者推介呢個產品。但係你要小心啲，就係如果有啲廣告商 approach 你其實都要選擇一啲適合你頻道嘅產品或者係服務咯。例如你係講健康嘅，咁你推廣嘅應該係一啲幫助改善健康嘅產品，因為你班受眾呢，你班訂閱者其實係對呢方面有興趣啊嘛。如果唔係呢，你講其他嘢呢，其實係會令到佢哋有啲反感。即係我本身係講緊理財為主嘅，咁周不時呢都會收到一啲嘅商業合作嘅邀請電郵，佢哋嘅內容主要呢就係話介紹佢哋嘅公司嘅金融產品啦，或者叫啲觀眾撳一條 link， 咁就引啲觀眾去嗰間公司就登記開戶做理財，跟住呢間公司呢就會俾翻啲佣金我啦。當你個頻道咧開始多人訂閱、多人睇嘅時候咧，其實唔同嘅公司咧都會主動去聯絡你，同你傾合作㗎啦。你要做嘅咧就係小心啲揀翻合作嘅公司同埋產品服務，因為如果你推介咗一啲產品或者服務之後係出現咗問題嘅話，你嘅頻道咧就可能即刻誠信破產，冇人再信你，冇人再睇你。咁所以咧，千祈唔好亂咁接受呢個合作邀請，要小心啲去揀咯。